天文台今年以嚟發出12次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打破歷年嚟最多熱帶氣旋影響本港嘅紀錄。天文台就話，海水變暖同埋副熱帶高壓脊等等嘅因素，令到熱帶氣旋嘅路徑靠近本港。咁喺菲律賓以東嘅西太平洋咧嘅溫度咧係較正常偏高嘅，而且咧佢個暖水嗰個區嗰個位嗰個面積咧係比較大，咁所以咧佢提供到啲足夠嘅熱能啦，同埋個大氣係比較唔穩定嘅，咁所以呢個對流發展就會係即係比較有利，咁啊從而就有利咗熱帶氣旋形成嘅副熱帶高壓脊咧較多時間啦都係比較偏西嘅，咁所以就引導咗即係如果喺南海或者喺西北太平洋嘅一啲熱帶擾動或者熱帶氣旋咧，就有機會引導佢入嚟南海北部，有機會喺10月至11月初咧，大部分時間都仍然係會保持呢個西伸嘅狀態。咁所以呢啲條件咧都有機會有利呢啲熱帶氣旋咧，就喺西北太平洋發展，而且有機會移入南海。